大家好，多謝收睇米其林馬5月24跑沙田嘅日賽啊，有大賽啊，咁啊遮打杯，咁啊睇下羅曼勇士又攞錢啦，講翻上個禮拜三咧，咁啊結果就尾關膽跑到第二啊，中連贏三龍彩啊，頭關膽好似805啊，就中咗啲腳啫，咁啊中咗一關，咁啊但係咧今次咧就揀兩場啦，第3同埋第6場嗱，今次個賽道係 A 跑道啊，咁啊全闊，咁啊嚟啲後上馬啊，咁啊實力馬着數啲嘅，咁啊嗱，今次揀兩場3、6場，咁啊第3場啫，第3場佢就8號做膽多5、7、9、12啊，4班1200米，咁梗係揀隻金創福威啦，咁啊嗱呢隻咧就之前就楊明倫騎開啊，嗱呢場咧楊明倫騎翻隻長順發財，我又睇翻長順發財咧。又好似爭少少咁，睇嚟可能幕後咧都想要即係轉下人啊，轉下轉下啲人睇下會唔會好啲啦。咁啊睇翻揀翻佢先啦。咁其實金上福威咧，咁就其實喺3班都有能力入個位置。咁啊你睇翻今季賽事咧，都323個場次咧跑3班1200米，嗰時楊明倫嘅112磅。所以第4位跑2咧就1分09秒3，末段22秒6㗎，即係都輸咗俾中城名區閃耀啲，其實都幾有份量㗎呢場，因為佢再出就撞一撞就1分09秒跑到第4翻嚟，咁啊跟住就表現冇啦，咁啊去到終於喺3月22號嘅時候咧就降翻落4班，即係538個場次。楊明倫都係134磅啦，就抽9檔，守住第10秒，留到最後衝上嚟咧，咁啊結果咧就跑到第5翻嚟，1分09秒6，末段22秒7㗎，孭住個重磅咧喺4班，咁當然啦，有啲班底之後咧，即係一出閘麻麻地咧都追到一段，咁啊跟住兩場即係5、7、8、6、36個場次都係楊明倫，咁啊133磅、128磅兩場都即係留到最後咧，咁啊結果咧就636嗰場係800收慢咗啫，1分09秒7，末段3啊，即係有啲你呢幾場咧睇到好似狀態唔到啊，咁啊但係咧輸嗰兩場咧都係因為留得太後啊，同埋有啲意外輸咗，咁啊上場就好黏地就即係喺800失咗平衡就跑到第7，我覺得上場黏地可能唔啱跑，咁啊既然佢落4班喺538個場次咧，其實都有走勢咧，4班點都係着數，咁啊嗰場跑嚟134磅，而家128，轉咗嗌到嗱，咁啊抽翻個2檔咧，嗱配備方面又除翻個眼罩喎，會唔會呢隻馬咧又即係揾下啲配備轉變咧，有啲新鮮咁隻馬會跑得好咧，嗱唔出奇㗎，咁啊我覺得佢落4班點都呢隻馬係着數啊，始終佢頭先講嗰場後上跑到第5咧，一落4班已經有咧，睇嚟即係搏今場咧冷冷地啊，可能有啲分頭啊嘛，揾下嗌到拿波抽個2檔啊嘛，要翻佢做試下揾佢做膽，咁啊另外就5號呢隻嘅文明戰士啊，咁啊布文初跑呢個1400啦，咁你3歲嘅啫，咁啊今季跑咗2場，一場1000就輸咗，咁啊上場個泥地1200即係667個場次咧，守住第7位跑係2啊，咁啊1分10秒4，末段23秒8，咁啊睇翻咧賽後咧呢隻馬咧就中段嗰陣時咧就一路搶口啊，咁啊結果咧就喺最後尾俾個女主角嗰隻馬咧就喺內側就困境就收慢咗，所以呢隻馬咧係有啲質素㗎，咁啊上完全程搶口鬥晒力之後咧都湧到一段呢隻馬點都勁，咁啊睇翻即係之前佢哋試啲集咧全部都唔係第2咧，隻馬都係非常之勁，嗱呢隻馬咧隨時可以搗亂大陸㗎，睇下佢啲初跑1400點啦，文明戰士要翻，咁啊另外一隻就1200啊，唔好意思我哋1200啊，頭先講咗1400啊，1200呢隻係一定啱跑，咁啊第7號呢隻奇異歡聲啊，咁啊呢隻奇異歡聲咧，咁其實佢同程佢都一貫就幾多啊2個季軍啦，咁其實佢呢隻馬都跟前置嘅，咁啊其實你如果睇翻即係贏嗰場咧都係守住第5位跑係1啦，跟住其他都守住4、5位啊、3位啊，咁啊嗱要睇翻上場咧好黏地就所以323翻嚟，即係黏地啊或者好地佢都跑得好嘅，咁啊有一場咧就全程即係560嗰個場次咧就擺咗前置咧，咁啊快步速之下咧末段冇尾1分09秒4，末段23秒正啊，即係雖然佢就
即係次次擺喺前最撚尾斷啦。但係咧，如果啲馬跑唔到呢啲咁嘅1分09秒34嘅時候咧，呢隻馬又喺度啦。今次田泰安騎啦，其實佢都好熟㗎呢隻馬。咁結果就今日抽10檔有啲配備，即係加翻防沙眼罩，咁會唔會有啲有幫助咧？咁啊唔敢講。但係咧，我覺得呢隻馬咧，始終咧隻馬一定喺前叫先，咁所以就其而歡聲咁啊，揦埋佢先啦。咁啊，雖然10檔啊，咁啊，另外就9號呢隻賢者威風啦，大家睇到其實就奇怪就呢隻馬咧贏唔到啊。咁啊，之前咧咁啊，阿布文啊、潘頓都騎過呢隻賢者威風咧，都3場都跑第二，不如398、445同埋536嘅場地。呢隻馬留到後邊衝一段都幾犀利㗎，1分09秒4、1分09秒8而末段22秒3㗎。咁啊後期咧跟住兩場快活谷千二就好多意外輸咗啦。上場咧634嘅場次咧，阿布文騎啊，今場記住喎，轉咗阿布浩榮㗎嚇，呢個新騎師啊，即係外國啊。咁啊講翻上場啦，634咧，咁啊全程走內欄，最撈尾咧就望空唔到之後就衝唔到啦，1分09秒1，末段22秒8啊。咁啊其實就雖然佢跑到第8，因為呢場都幾高水準㗎，包裝添，1分08秒7。咁啊如果睇翻之前啊潘頓啊、布文啊跑過1分09秒4、1分09秒8嚟講咧，呢隻馬咧後上嗰段好強，咁啊好可惜今場係抽過14檔。咁啊，但係咧就呢隻馬都係後上嘅啫。咁啊，如果你睇啲馬呢場馬個步速非常之快咧，呢隻賢者威風咧，可能咧有機會咧喺度發難都唔定啊。但係14檔咧應該都孭唔到飛㗎啦。記住啊，呢隻馬咧阿布文咧都曾經啊同佢草集試過一次啊，但係布文揀隻文明戰士打啦，係啊，布文揀隻5啊，定係啊就即係其實佢都賢者威風都中意咁，但係咧隻文明。戰士可能佢心中咧更加好啊，咁所以呢隻狗都要埋佢啦。咁啊，另外就12號呢隻同起，嗱呢場馬咧有幾隻馬快啊，咁包括咧呢隻7號啊同埋12號啊，我瞓甚至乎有啲嗰啲亞橫江嗰啲有機會快啊，呢場馬應該有幾隻喺前面放。嗱呢隻同起唔使諗啦，放緊㗎啦，揾下袁杏兒阿妹啊，111磅啊，咁其實呢隻馬一路喺5班升上嚟4班咧，其實都有能力㗎。咁啊落上4班咧有4場1200米得分別，2個第2，一個第3，一個第5，全部都高嚟馬位，平均呢1分09秒7啦，咁啊可以跑到1分09秒3，22秒3個末段。咁啊今次有111磅嗱，上場阿巴道咧即係653個場次121咧就全程守住第2位，跑過第2啊。咁啊慢步速時間咧，咁啊但係上嗰場嘅578咧就1分09秒3就係好快，咁啊輕咗成700磅，成10磅咁滯嚟跑咧，呢個馬點都係着數，咁所以就今場咧第三場咧我就要隻我覺得今次嘅金創福威咧市係喺度啊，即係報咗喺度懶懶地啦，白拖5792啊，咁啊大家參考啊。咁啊跟住去到第6場。嗱第6場我就揀隻5號做膽啦，拖294啊，4班1400米啊，揀隻5號呢隻人人有餘。咁啊大家睇到啦，咁啊方嘉柏就輸咗兩次賽事，輸咗好多人錢之後咧，上個禮拜3就整翻2場啦。咁啊始終啲馬唔得咧，咁莫雷拉唔係神啦，咁啊冇就冇，咁但係上嗰2場嗰啲有機會咧，又跑過入嚟2場 win 啊，咁啊所以今季你話佢嗰個冠軍騎師冠軍練馬師咧得唔得咧？雖然係好似好唔得，但係即係好似好多對手啊幾隻馬喺度攣緊咧。我覺得呢個方嘉柏今季真係好想贏咁，所以咧點都要留意翻方嘉柏啲馬，即係餘下呢幾個賽事啊。咁啊又講翻人人有餘先啦。咁啊人人有餘其實佢喺3班，即係今季跑咗4場嘅3班咧，都係一路就跑到第7班第9都輸2、3個馬位啊。咁其實佢同程記住啊，1冠1亞兩季㗎，輸咗4場。咁啊落到4班即係1月4號318個場次，一落4班啊，布文135磅，守住第9位跑去2啊，嗰時啊就1分21秒6，末段23秒7㗎，末段係望空唔到咧，衝一段都唔錯。咁啊結果1月25號再出378咧，諗住揾下黃志雲輕翻幾磅跑啦，結果中段又搶口咗之後咧，就結果又跑到第8翻嚟。嗱上場咧就又縮翻成快活谷1200咧，咁啊莫雷拉騎咧，咁啊結果咧賽後就跑到第7咧，就話莫雷拉話佢咧呢隻馬就
唔順啊，即係唔啱，即係唔係好順啊，咁上場可能撥咗佢。如果你睇翻3-1-8個場次嗰個走勢落四班點都夠啦。嗱，今場咧莫圖拉騎翻睇翻咧黎澤嘅貨咧就跑到第3翻嚟咧，睇呢隻馬都係有機會，咁啊擺咗莫圖拉，咁啊有機會嘅馬咧就要捉住佢啦，所以我揾佢即係做膽啊。咁啊頭先講啦，1號呢隻光年80退出咗㗎，揾一隻鑽石閃耀補上，我睇隻馬好似麻麻地㗎，咁所以就1號唔使理啦。咁啊2號呢隻醒目先驅啦，咁其實就呢隻馬其實我都幾準㗎，即係1400嚟講咧，兩亞兩季㗎，咁啊輸3場㗎咋，咁其他呢隻馬咧後上次到一段都幾犀利，咁啊落4班，咁其實都係着數嗱。如果你睇翻今季初嘅時候，9月14號022嘅場次有講啊董明朗啊，呢個騎師134磅，首要第10位跑2，1分21秒4，末段23秒咧。幾勁嘅隻馬，諗住好快贏，結果一路都贏唔到啊！又升上3班，跑到第3後爭少咗啦，跟住又落翻4班1650，又跑到第2啦，跟住咧就長期就又受困啊，好多即係阻滯之下咧就硬係冇啲表現。嗱上場嘅4月12號597嘅場次咧，咁啊奧爾文嗱今場都係佢啊，首要第6位啊跟前咗啊，之前嗰啲留到好後啊，所以第6位跑2就1分22秒4，末段22秒7。嗱咁啊，去到最後咧係咁硬拼諗住嚼得㗎，俾隻開心老闆啊就嚼低咗佢，輸條頸啊，想贏啊上場嗱，我覺得佢上場咧可能真係留得比較即係跟得前咗㗎，但係隻馬都冇斷咧。嗱今次咧 A 跑路夠晒時間，我相信佢唔需要咧跟得太前啦，所以今場咧有機會咧喺度咧就鏟咗一席啊，咁啊睇下會唔會同隻人有緣鏈嘅一條 Q 翻啊。咁啊另外就馬呢隻咩啊？係啦，馬上贏啊！就係呢隻幾多啊？7號係啦，馬上贏。咁啊嗱，咁啊呢隻馬就8號啊，係咪睇就睇佢8號馬上贏啊，眼老花啊！咁啊嗱，其實佢呢隻馬咧開始其實進度到晒㗎啦，即係今季跑咗都2、4、6、7。8場咁樣啦，咁啊法國就冇乜表現嗱，但落到4班，即係落到轉成1400咧，隻馬都咦1400啱喎，咁啊如果你睇翻有2場啊，2月14號435個場次咧，咁啊金城江啊留到12位就跑到第5後上啦，都幾唔錯啊！呢場跑得1分21秒8，末段22秒5，咁啊跟住就。喺呢個477嘅場次咧，就跟前咗跑到第4，1分22秒5啦。我覺得佢又試後入水前啦，咁啊跟住就3月22號59場次咧跑到第2嗰場咧，就首要第5位啊跑到2喎，又係跟前1分22秒1，末段22秒8。嗱呢場咧就跟前咗咧，就係輸俾隻勁咗人嗰頭。我覺得呢隻馬跑得非常之好㗎啦，即係跟到場。但係上場咧，你睇翻佢咧就跑到第8啊，會唔會係攰咗咧？但係睇翻賽後咧話佢哋咧原來個前蹄擦傷咗，會影響咗個進度啦。即係記住上場都係首要第4位啊，即係跑金城江跟翻59嗰個場次咧就受跟前咗啦。今次咧就金城江冇得跑啦啊，咁啊轉咗啊呢個布浩榮啊，咁睇嚟呢個布浩榮咧有機會今次有幾隻有啲機嘅馬啦擺咗佢上手啊，咁啊始終咧之前嗰啲馬佢啲馬咧真係冇乜表現，我就覺得佢今場轉咗騎師嚟講咧，我覺得都有啲機啊，咁啊所以捉埋佢啦，睇下呢個阿布榮點啊。咁啊另外就9號呢隻啊共創歡欣啦，嗱呢隻共創歡欣咧就好唔穩定咁樣，突然之間跑到第3有場啊，即係今季都一路喺3班落4班咧都。一落4班嗰時跑幾場3場嘅1400咧，都跑到第10啊13咧，全場好表現啦。但係其實咧都係有啲意外，中段搶口啊，躍出擠逼大力立避咁，即係話都冇跑。但係咧喺4月19號617嘅場次咧，咁啊嗌到嗱，今場都係㗎，首要第8位跑係3後上，1分21秒6，末段23秒4，咁啊去到98有收慢，但係呢場馬咧。
一隻夠即係跑得唔錯啊，亞道拿啊，咁究竟係咪之前嗰啲係意外咧？嗱，跑完之後咧，咁上場5月3號658嘅場次咧，又作出翻呢場千四咧，即係跑完第三跑完呢場即刻就有都係即係有啲飛啦。記住一跑第三嗰場咧，由28倍咧就打到落12倍啊，幕後非常之有信心啊！咁睇嚟咧，之前輸嗰啲都係意外嘅啫。咁啊上場輸咧，就我覺得佢哋跟到守住第1、2或者結果跑第7啦，同埋又黏地啦。咁啊跑法方面，我覺得係錯咗㗎啦。今場都係嗌到嗱，咁啊抽11檔應該冇問題啊。如果咁講咧，617跑第3嗰場大注咁樣揈落去咧，睇嚟呢隻馬咧落咗好多錢啊。今場啊11檔加翻眼罩。就跟翻前啲，咁上場當抹咗佢啦，咁啊又黏地又剩，咁啊9號我拖埋佢啦嚇，咁啊另外一隻就要翻隻官萬物啦，潘頓呢隻，咁啊都嗱其實上場喺5班贏過1400咧，即係656嘅場次咧，首第8位跑1分22秒，末段23秒3，嗱呢場馬其實都你話好高水準又唔係，咁所以1分22秒5咧就正正常常喺啲組啦，今次升上4班。咁啊，由133變咗119咧，足足都有14磅啦，成班咁滯咧，其實都着數啦。潘頓肯騎翻咧，可能上場咧睇完交出嗰個反應非常之好咧，佢繼續鬧嚟講啦。所以我覺得今場咧點都要攞翻佢先啦，因為5班嗱，如果今場我掠到一隻又好啦，如果佢跑唔入嚟咧，即係話呢隻馬咧上4班仲未得㗎，咁但係我覺得潘頓都仲肯騎咧，呢隻馬應該狀態仲喺度啊，所以第6場我要5號做膽拖294啊，咁啊今日揀呢兩場睇下大家啱唔啱心水，啱心水俾個 like，祝大家贏到你，拜拜。